你早起咱做伙来敬拜上帝。礼拜开始大心，咱先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多谢你，赏赐互阮新的一天。伫主你早起，阮带着感谢、懊恼的心来到主你面前。主，阮多谢你，你听阮，你互阮诚做你的囝儿，会通来同心做伙欢喜来敬拜你。主，阮也感谢过去你对阮的看顾甲照顾。伫过去即礼拜当中，主你所对阮的保守甲带领。主，阮多谢你，也为着阮的每一个兄弟姊妹来祈祷。主，你陪伴阮的心，主你带领还搁伫落里的兄弟姊妹，你保守因的脚步，会当紧紧来到当中，做伙来敬拜你。愿主你保守看顾，对阮来讲话。遮着每一样无共款的需要，阮真实内心的需要，主你对阮来讲话，来鼓励阮，来指示阮。主，阮多谢你，祝福看顾伫当中，互使做伙互使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无论阮伫无共款的互使的位置，主，阮拢同心做伙来敬拜你。多谢你引带带领，互阮伫互使当中。体会哪服侍哪甘甜，主，阮多谢你，保守阮下礼拜，将阮的心献上互你。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
愿称赞归予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对永远到永远。愿全体人民拢讲阿门。哈利路亚，称赞上主。这时，请咱起立来吟圣诗，学了上帝。圣诗65首，为着美丽的地面。这时，请咱三甲阿头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的阿爸的上帝，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灿烂的星辰甲山水花木，为着你创造一切，我要做声称呼你的名。感谢你，伫每一时每一刻，拢甲阮同在，享受阮逐项的需要。因为你的同在，互阮有满足的平安甲喜乐。你是阮的力量，阮的诗歌，阮的拯救。阮要学习你，阮要尊重你。当阮专心仰望你的时，就会更较壮大，坚固阮的信心。当阮听候耶和华的时，的确要定心得到快乐。今仔日是大降节的第二主日。我要点到第二支紫色的蜡烛，是代表信心。信心是阮一生要学习的功课，就借着你教示阮真理的话，也透过祈祷的力量，互阮每一天拢会当对主领受教嘅信心，行伫主为阮所陪伴的道路。
当阮的信心无够坚定的时，求主赦免阮的软弱，除去阮心内误会。阮所行所做无遵照主的教示，抵到时常陷落的罪恶的捆绑，求主赦免阮。阮也愿意将阮的软弱甲阮的有限，拢交托给主。求你显明你的能力，伫阮软弱的心上，会当显得完全。现今的世界还佫有侪侪的所在面临战争的威胁。抵到千千万万人来丧失性命，来损失财产。阮无法度明白上帝的旨意。阮知万人事拢有主你的安排，阮只有恳求主赦免世间人藐视主的主权，忽略上帝对人类的怜悯甲恩典。恳求全能公义的上帝。赦免人类的罪恶，互世界得到完全的救赎甲和平，会当紧紧战争会当来结束。我们恳求主保守台湾伫世界局势无安定的时，我无受到外来武力的威胁甲侵略，更加会当唤起所有的台湾人会当共同来守护这块土地。过一个月，台湾就要举行大选，求主保守台湾人民，会当选出真正爱台湾的领导者甲国会代表，会当继续带领台湾迈向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有公义、有尊严的国家。12月是原爷主主耶稣基督降生的节期，教会团契甲小组诗班拢有计划侪活动，要邀请非信徒也是无道友来参加。我们感谢所有同工所付出的筹码，也希望借着这活动，会当带领侪人来信主，得到福音这种上宝贵的礼物。这是阮求主，甲阮兄弟姊妹中间，你若身体减慢、心灵忧伤，或是拄着任何困难。失去信心，或者是仰望的，求主你互因伫拄着各种试炼的时，无得到惊吓、绝望。因为阮相信，生活中的每一项事，拢是主你所安排，是要爱阮对这患难中，会当学习完全的信靠甲交托。只要阮有专心倚靠主，就会对主领受。教嘅信心我开来，阮的祈祷无够完全，就是我们用主教是阮的主祷文祈祷。这时，请人来交托启应文，记载伫圣诗后面第41页，第27篇。耶和华，我对深恩求救你。主耶和华，你若救堪罪恶。治罪徛袂牢，我听候耶和华，我的心神伫听候。我的心神听候主，比守见的人听候天光较切。
以色列啊，你就仰望耶和华。伊的确救赎以色列。下面妇女合唱团要带领来吟诗了上帝因所要现的诗是欢喜欢喜，以马内利。感谢妇女合唱团用这么水的诗歌来带领咱敬拜。这时，请咱来共读圣经，记载伫旧约以赛亚书40章第1节到第8节。伫台语汉罗版1378页，以赛亚40章第1节到第8节。恁的上帝讲，着安慰我的子民，着鼓励耶路撒冷的子民，对因大声宣布：因做俘虏受的苦已经到额，因犯的罪已经得到赦免，因为着所犯的罪已经对上主受双倍刑罚。有声在话讲，着伫旷野为着上主准备道路。伫风暴为着咱的上帝开大路，逐个山谷着天满，大山小山拢卸互平，悬低无边的地着铺互平坦，坎坷的所在
互伊变做面地。迄时上主的荣耀会出现，全人类拢会看见。上主亲嘴安尼宣布，有声伫话讲，就宣布。我问，要宣布甚物？就宣布所有的人拢亲像草，因的水亲像野地的花。上主吹来的风一个扫过，草就干，花就谢。确实，人不过亲像草。第8节，草会干，花会谢。不过，咱的上帝话永远存在。愿咱会当照上帝所教示咱的话去行。下面今仔日要带咱的信息是本堂的廖慧茹牧师，伊要传讲的信息是有悲堕落，请咱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领受上帝话大声，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多谢你。阮知，阮过去一礼拜，虽望有欢喜的事，有困难的事，有挑战的事，也是有感觉看无希望的事发生。但是主，阮知，伫未来，伫你手中，主你永远无改变。主你伫你手中有永远的盼望。主，阮感谢你，愿来到你的面前。来听你的话，愿主你信心甲阮三个伫地，对阮来讲话，阮的同心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伫以赛亚书40章到55章的这个段落，是当时犹大百姓受掠到巴比伦，伫忧伤绝望的时阵所产生的。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宣布讲，伊要讨放伊的百姓。带因转到耶路撒冷。咱像徛伫绝望黑暗中的人，伫行这个段路的路程中，因心内应该会烦恼，还是惊吓讲，敢真正会当顺利转到故乡吗？伫这段路程中，因真需要勇气、希望，也需要互相来相扶持、来陪伴。今日所读的圣经16，搁继续读落去，第10节甲11节有记载，至高的上主带官灵得来啊！伊要亲像牧者顾羊群，甲羊仔抹伫行前，带遐个互羊仔属呢的羊母稳稳啊行。这是一个真温暖、真受保护的画面。上帝要带以色列百姓转到故乡的这个路程，上帝要亲像这个画面，临到伊的百姓当中来安慰因，也带因行这条道路。上帝要安慰伊的百姓，这安慰在原文的里，伊的意思是讲，互心变做事事真平顺。那安尼到底什么叫做是互心变做事事真平顺吼？牧师举一个例来甲大家分享。捌有一家伙吼，因一个家庭因去到高雄的动物园要来佚佗，等因甲车停好，要行到大门口去买票的时，伫半路当中吼，妈妈甲细汉囝就大叫一声吼，原来手摕着迄还未食了的早起吼，互狗抢去。伫继续行到大门的路上，然后已经入去门口内面啊吼，大门内面，即个囡仔规路拢咧哭。厝里的人嘛，一边行一边咧安慰伊讲：“好，莫哭，无代志啊，伊走去啊。”连边仔的工作人员嘛，拢对这囡仔讲：“无代志啊，紧去耍。”内面足好耍的哦，但是这个囡仔犹原徛伫拢袂顶袂动哦，然后一边搁咧哭。妈妈就问这个囡仔讲：“你是因为狗来甲
物件手去，你看到狗真惊吗？还搁在惊吗？这个囡仔就摇摇头。然后妈妈看到囡仔的眼神吼，甲伊看去的方向吼，就问伊讲：你咧艰苦，你咧毋甘，也还未食了会早起吗？伊就点头点做大力的吼，然后就哭甲搁较大声。这囡仔心中毋甘的早起吼，迄种艰苦的心，互妈妈看见，受到妈妈的安慰，伊心就拍开啊，就天开啊，心就舒适啊，然后伊的骹嘛柔软啊，会当一步一步行入去佚佗。亲爱兄弟姊妹，你嘛敢捌经历着艰苦、真艰苦的心吼，真纠结的心，然后受到上帝的安慰的经验吗？伫圣经内面有真侪所在记载，人拄着绝望、忧伤、痛苦的人吼，亲像夏甲，伊带着伊囡仔，搁一批地的水甲饼吼，想赶出家门。伫旷野内面，因迷路，水嘛啉了啊。即个夏甲嘛看无头前的方向，到底因要去倒位？伊就放声大哭。这段圣经记载，上帝对天甲伊讲：你毋免惊。上帝已经听见囡仔的哭声吼，接下来就叫夏甲起来吼，来你去抱你的囡仔，然后互夏甲看见有水通好啉的所在，佮带因伫旷野来向前来生活，伫绝望、伫忧伤、流目屎当中，上帝的安慰甲医治。是会伫内面来展现，因为上帝是大有权能的上帝，所以咱只要甲上帝做伙，咱无离开伊，总有一天咱一定会经历到上帝的安慰甲恢复的平安。那咧，咱来想，当上帝来到咱的当中，伊要安慰、鼓励咱的时，咱需要陪伴咱家己吼，咱需要欢迎上帝。通互上帝带咱、带咱向前行。若无，咱有可能也犹原徛伫用旧的家己吼，原本的想法，咱拢踮伫内面，咱无法度来改变、来成长，生命嘛无法度来更新。今日所读的圣经节第30记载讲，有声在话讲吼，伫旷野为着上主陪伴，准备道路。这个准备的意思是饼互清气，所以准备道路，通讲形容就是讲饼出一条路来吼。伫当时当地的路大部分拢是真坎坎坷坷的，无亲像咱即卖路遮尔平坦吼。所以伫君王要出外的时，的确会派人去看迄条路。会当真顺是行无？那然后看是毋是有啥物会影响君王要经过吼？所以就爱甲遐个茶几，也是石头，也是讲路伤矮啊，就爱甲往较宽一撮，甲遐个土、甲遐个草丛甲挖掉，互路会当真顺利，互君王来行。甲即摆嘛是共款，那总讲咱的总统，啊，搁一寡。较高阶的官员吼，若要去到某一个所在，前一天的确有维安人员会来到现场去确认安全的问题。做一寡准备的工课，嘛爱排除任何会发生危险的状况，爱先甲排除掉，通互总统甲遮的官员出外行程拢真顺利。那咱想看觅，上帝要降临伫咱的心内，上帝要来到你的心中，咱敢爱准备？上帝临到咱的心中，
伊要对咱来讲话，要带领咱的性命，咱嘛爱来准备。咱需要清起咱的心，将咱的心会当摒出空位来，将咱心内会影响到上帝入来到咱心中的遮个生气、苦毒、怨恨、委屈、罪恶等等，拢爱甲摒出去。安尼，咱才有法度，互上帝来带领咱行人生的路。若无，有可能咱掠准是会咱跟上帝咧行，但是其实有真侪是咱无拍破咱家己，互上帝来带领。那安尼，咱要安怎来清起咱的心？第一个就是咱读圣经。上帝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上面的行较来哦。伊会当破开人的灵甲魂，啊，佫有关节甲骨髓，佫会当判断人心内的欲望甲意念。所以，咱咧读圣经的时阵，除了目睭咧看、头壳咧想吼，上重要是咱爱想上帝话甲我到底是有啥物关系？咱咧问讲上帝要今日甲我讲啥物？安尼上帝话才有法度进入到咱的心内。所以，当咱真愿意真实来到上帝面前的时阵，愿意真实听伊的话的时阵，咱会有一个真奇妙的心理啊，就是咱的心会柔软，来承认咱心中的软弱，来谦卑看见家己心中迄个歹，然后咱知咱气力无够的时，咱就向上帝来讨，求伊帮咱，求伊来改变咱。第二个，要安怎清起咱的心，就是用祈祷，将咱家己逐款的情绪、心情，也搁咱生命中的软弱，甲上帝讲。当咱若愿意，当咱若向上帝所献的这是忧伤痛悔的心，上帝伊欢喜甘纳，伊无拒绝，伊的确嘛袂看轻。当咱若向上帝来认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伊会赦免咱，伊袂放杀咱，然后伊会亲像牧者抱羊仔伫伊的形前，安尼来带咱来心中。伫第六章有记载讲，有一个声伫话讲，就宣布，即个讲除了讲以外，意思伊有吩咐、命令甲呼召。所以，即个爱去宣布的行动，其实伊是就一个真积极性的、真迫切性的气力，爱人去做。所以，互遐拄着困难、挫折、病痛、忧伤的人吼。这人伫安尼状况内面，因身边有人会通甲因讲虽望咱拄着困难甲挑战无气力，但是伫上帝内面有重生的气力，重生得到气力，然后上帝会带领你来向前。或者人拄着遐困境的时阵，互人知讲，虽望咱拄着挫折，也是头前看起来拢找无路。无希望，但是伫上帝内面有永远的盼望。许遐伫困境人的内面，虽望因看起来是人真有限，无法度做啥物啊，但是因为咱伫因身边，甲因讲，所以因会当看见，也相信伫上帝内面会当变做永远。伫耶稣传福音服侍的日子内面有真侪人相信伊有医治的权柄，所以遐人当因得到心灵的恢复了后，因拢真欢喜，紧紧就去甲人分享。但对会影出事较紧，咱也经历真侪上帝疼甲恩典，咱嘛爱去甲人分享上帝所做的工。那当咱无愿意去分享，还是咱无去讲的时，
那呢，咱的性命会渐渐变做是一个死的性命。咱来想，可能大家嘛拢知影吼，当咱咧传福音的方法其实有真侪种，但是当咱会当选一种开始做，然后持续去做吼。伫今仔日咱所看见圣经节内面有讲到讲去安慰、去鼓励，所以对伫去关怀徛伫忧伤、郁卒、艰苦的人的中间，去安慰因、鼓励因，是一项咱会当做的代志吼。安慰是互扭曲、心情悲白的心会当得到舒适甲平顺。鼓励这个字，伫原文内面意思是讲对某某人讲话，对某某人的心讲话吼。所以咱爱做的是将上帝话带到迄人的心中，互上帝家己对伊来讲话。所以对伫顶礼拜。蔡牧师嘛有分享，原教会真做是一个心灵的教会。伫遮牧师嘛要甲大家分享，咱若咧分享到底要安怎做，迄上基本上简单的做法。咱免先学真侪的技巧，咱只要抓着迄上重要的，拄着需要的人，咱就挖掘伊，将因的心带到上帝面前。互上帝借着咱陪伴伊的祈祷，互上帝话做工伫伊心内。当咱每一个人愿意安尼做的时阵，相信每一个人行入来新朋友，借着咱的安慰甲关怀，拢当成做上帝一个真有气力、吼真扎实的一个心灵的医院的教会。要安怎安慰？头一个真重要的重点，就是咱爱带着守望祈祷的心去听。当伊开始讲的时阵，当伊咧讲的是，咱先莫讲话，先莫讲我的想法，先莫讲咱的意念，也是咱的评价甲价值。因为伫课堂中的人，伊心内真复杂，伊有真侪情绪，伊也真混乱。所以，伊需要一个真安稳的人、空间、甲气氛，互伊会当真放松，甲伊内面真多的情绪、甲想法、甲艰苦心，拢会当真顺利讲出来。所以，咱若伤紧讲话、伤紧回应、伤紧去讲建议，会影响到伊继续讲、继续分享、好好分享伊心内到底痛苦、艰苦的所在。第二点，咱就爱注意听，伫分享人的伊讲的感受、甲意念或对心境。安慰人是安慰伊的心嘛，所以咱爱甲重点放伫对方的心，到底伊咧讲伊的感受到底是啥物？伊的艰苦心，伊的拄着的问题到底是啥物？所以，伫伊讲的内容内面，咱要听，注意听伊的心安怎，然后将伊的心带到上帝面前，上帝来祈祷。所以，伊的心的状态，就是咱祈祷的内容，要互上帝医治恢复做工的内容。第三点真简单，就是讲咱做伙来祈祷，好无？为着伊来祈祷，借着咱。因为伫软着困境的人，伊若无气力来到上帝面前，就是借着咱的关怀甲陪伴，甲这软着人带到上帝面前，互上帝对伊讲安慰的话，以致伊赐予伊气力。尾后嘛有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就是咱爱为着伊所分享的来保守秘密，毋通讲吼。因为真做一个关怀安慰的人是一个代祷者，所以代祷者就是一个器皿。伊所爱做的就是将伊带到上帝面前。伊毋是一个传扬者，伊毋是一个散播者，所以伊面对外国，伊只要将伊所听见的带到上帝面前。所以当分享者伊所讲的话，
咱甲伊所分享的放伫祈祷中吼，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守则吼。因为这代志是伊的代志，毋是咱的代志，所以咱若甲分享出去，应该爱做见证的分享人是伊吼，毋是咱吼。除非咱讲的代志是家己的代志，咱就会当欢欢喜喜讲吼，来见证上帝伫咱生命中的作为。所以伫遮可能有人讲啊，我安尼无说我若无法度100%做会到讲，我袂讲莫讲出去，安尼命乱我就免做这项代志啊。那总讲咱有安尼挂路时阵，咱会当咱会当先选择做其他的事工。但是牧师嘛要鼓励咱毋是安尼就免做安慰的人。牧师要互咱一个功课，就是咱将安慰的工作对家己开始操练起。咱家己敢要受安慰？爱啊！你敢捌安慰家己，还是定定会当亲近家己的心，照顾家己的心，然后家己带到上帝面前？安慰人的工作，上大心会当做，就是做伫咱家己的身上，咱家己自我操练，常常练习，感受到咱的心到底有啥物心情、啥物情绪，然后咱敢会当认出伫心内咱所受的是啥物，所委屈的是啥物，还是有啥物款的情绪伫内面。当咱若常常安尼练习，常常安尼操练的时阵，其实咱就是在操练咱的属灵性命，属灵操练就是这样。当咱常常会当安尼来操练的时阵，其实咱累积起来，会成做一个属灵性命真勇壮的人。当你安尼操练的人，自然而然，咱就会当成做一个安慰人的人。伫咱成做安慰者的人的时阵，每一个困难其实对咱来讲，咱都无法度解决。每一个困难甲困境，其实拢无容易。所以咱只要做迄上重要的基础吼，地基就是咱正做上帝器皿，来挖近需要安慰的人的身边，将伊的心软弱、受伤的心带到上帝面前。然后咱接下来会当甲需要进一步关心，也是遐较困难、拄着紧急的人吼，甲咱的同工、甲牧师来讲，互咱一个团体会当做伙来关心。而且牧师用家己一个例来举例吼，啥物叫做会安慰的工作吼？啥物叫做家己先操练安怎安慰家己？伫青少年的是有几届的经验吼，互我有安尼的经历。青少年时，大家聚会大部分迄阵拢伫拜六暗时吼，所以每个拜六聚会了，也是服侍了、收收了，拢已经真晚吼。有几摆我看见客友咧敲电话讲啊，厝里叫厝里的人来甲接吼，爸爸妈妈也是想吼你来载我。几届我看见安尼画面的时阵，其实引起我心内有真多的波动。我会感觉心内真忧伤，吼，心内那会变做聚会了应该真欢喜，那会变做无欢喜。所以我在想讲，我到底是安怎？所以我会想啊，看就是伤忝嘛吼，啊安尼较晚其实无精神忝啊，所以会有安尼的情绪。但是咱爱阁继续问，敢安尼吗？迄上内心内还阁有啥物心情？所以我问家己，在想的时阵，我就想到一个内容，就是我欣赏，这个客友
因会当随敲电话，或者随叫厝里人来甲接。伫迄个我的处境内面，袂当安尼随时敲人来甲我接时阵，会我发觉吼，其实我心神因。但是心神因吼，敢是心神，敢是上内心的需要吗？其实也毋是哦。所以咱就爱阁继续安静，求上帝讲：主啊，我到底迄内心上需要的是啥物？我超找到，其实我内心心神下面所需要的是，我真毋茫有人陪伴，有人甲我做伙。所以伫迄时，你发觉认出你心内的需要的时阵，咱就随上帝讲：主啊，求你来陪伴我，求你甲我相同行。主啊，你陪我。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当你要有遐尼的心情浮现出来的时候，当你搁一届知啊，主啊，是我需要你。我需要陪伴，然后家己行回去的路上，你就是一摆一摆向上帝来讲，向上帝来祈祷。伫安尼一摆一摆生命的操练内面，过一阵仔了后，我的心安怎就开啊，无搁再受到迄阵仔的心情的捆绑。我伫内面锻炼出。啊！我知我会当找上帝陪我，我心内迄需要，互上帝来填满。我心内迄爱人陪、爱人同在的需要，上帝亲自陪伴我。我伫迄个点、迄个情况顶面，我就真做，我就搬过啊！吼，我就得到上帝甲我同在的开展。后届每一届聚会了真晚，我嘛真欢喜耶！忙完了，服侍完了，聚会完了，会当真欢欢喜喜回去啊！因为上帝教我相同行。教会是上帝心灵的病院，愿咱每一个人，逐工，当你有感受到你心内的心情甲情绪时阵，咱就会当安尼来锻炼。互咱双灵教会真做一个有气力的心灵的病院的组员，互囝仔入来的人、受伤的人，拢当透过咱的陪伴，经历着上帝医治甲同在。今日是大降节的第2个主日，愿咱用信心来到上帝面前，就是咱知随望。咱的心、咱的日子，嘛是会有变动，有困难，有挑战。但是咱抓着上帝的话，继续向前行，咱会经验到咱的信心哪加天，经验到有上帝真好。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为着在座兄弟姊妹，你来祈祷。祝愿当中，若是有人有艰苦心的事，有委屈的事，有忧伤的事，有紧张的代志，有不安的代志，那亲像遮的以色列百姓咧行这条登甲耶路撒冷的路的同款。虽讲即马有时阮会感觉无希望。黑暗，但是主，阮欢迎你来到我心中，陪我行，带我向前。主，愿主你大大祝福，听到你的话，愿意安尼操练家己的心，常常完全摒空家己，互你入来到阮的心中，互你做主，遮的兄弟姊妹。主，你大大祝福阮。互我有气力，互我有行动的能力，互我有瓦根阮的心的勇气。主，阮多谢你，主你互阮伫
我群伤心的人的身边的时，或者是我群家己的心的时，主你互阮看见迄个光，迄个暗茫的光。主你永远无甲阮，主你永远无离开阮。主阮多谢你，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现在起立来吟诗了上帝圣诗456首，请咱起立来吟。真侪一条咱必办心来奉献。
大管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赏赐阮无限的恩典，互阮逐项拢到业，无地够欠缺。阮也愿意将阮对你所领受的财情、金钱，奉献予主做圣工的路用。阮安感谢祈祷，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请坐。这贴来报告教会重要的事工。本主日是为着大降节第二主日，咱点到第二期紫色的蜡烛，称作百姓的蜡烛，上帝予世人这个弥赛亚降生的记号，人信也是无信，拢是信心的问题。因为安尼，这个蜡烛就代表信心。本主日是为了总会所定的退休传教侍奉的主日，咱要呼吁咱的兄弟当搁较来支持总会团福会来管顾在职或者是退休牧者夫妇，特别是咱的牧者有当边急难需要急难救助的。咱用实际的行动来陪伴因，来听受因。过来，咱来看周报第4啊，咱也有周报的，就是建堂基金的奉献。咱教会大楼已经满50年，所以小会是有讨论，应该是未来20年内应该有需要来重建咱的教会，所以咱对这点就开始就爱备办。因为这个建堂的基金数额非常大，所以咱对今年的12月开始，咱就要呼吁咱的兄弟姊妹会当利用咱的专户来奉献。具体的关怀，本会会友罗宝元兄弟伫11月28日安休主怀，要定伫12月14，就是本礼拜四上午10点半，伫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至真2厅举行一念式告别礼拜，请咱兄弟来关心祈祷，也愿上帝安慰为主。本会会友陈金兄弟，就是陈富美张老娘的老爸，伫11月28安休主怀，已经伫12月7日，就是顶礼拜3举行告别礼拜，感谢兄弟的关心，也愿上帝安慰为主。恭喜本会会友林长义、涂佩仪夫妇，因为11月30日喜获麟儿，愿上帝赐福宝宝身心灵健壮，够荣神益人。从庇护委员会消息，咱有一个灵修工作坊，是要连接信仰甲生活桥梁人际界线。要伫明年的1月拢总5讲。详细咱来看周报内面的第7页。因为伊有人数的限制，所以请咱详细看，赶紧来报名。吴威廉牧师纪念的绘本，本会甲知名的制作团队台湾吧合作。咱联名推出吴威廉牧师纪念的绘本《米粉先生奇遇记》，已经出版完成。咱除了要上儿组、国小组1号1本以外，咱今个礼拜了，
我看他都已经足侪人去买啊吼，因为今仔日有限量，还佫有特别优惠价格啦。今仔买都是100块一本啊，会加盖纪念章吼。我听讲买使请牧师签名啦吼。啊，你今仔若买无着，以后就一本300块吼。啊，所以咱欢迎来购买啊！随书咱有赠赏赠送吼，电子有声书吼，咱做伙来推广来认捌吴伟阳牧师。煞只咱有一支底片，互咱来做介绍。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年2023年是吴伟阳牧师过身100周年的一年，为着纪念吴伟阳牧师来举办一寡特别的活动。这中间阮有规划甲这个台湾吧做伙来出版这本米粉先生，就是纪念吴伟阳牧师伊真爱食米粉。这个是真有意义的一本册吼，尤其是100周年的时阵，咱来出版这本。这本是特别为着国小的囡仔所出版，所以伊的内容有比较就是较适合这个细囝来读。这是真特别的纪念品。亲像我的手有摕到一个较特别的纪念品，这是一个德国真有名的钢笔公司，因公司150周年的时阵所出品的一个纪念品。150周年，这是1988年所出的。这个了后就无过来都毋是150周年吼，所以意思是讲，咱这个100周年纪念吴伟阳牧师的这个纪念册，若是咱买无着，咱过来就买袂着这本啦吼。所以真希望我咱的兄弟会当来买这本来传予咱的囝儿孙，互因伫以后，伊嘛会当将这个当作亲像这个纪念品同款，当作一个纪念吴伟阳牧师的一个纪念品。咱所筹备要举办的这个活动。除了这本米粉先生以外，咱伫10月2日，咱已经有举办纪念音乐会。咱嘛有伫咱的教会大楼的1楼为40条咱有大型的海报，有吴伟良牧师，有吴玛丽牧师娘，这个就是咱要纪念因夫妇伫台湾的宣教的事工。11月2日。咱伫感恩节的主日，咱甲台湾吧联名为着青少年所制作的影片要做首映。12月初9，咱有教界的研讨会，这拢是搁一摆要唤醒大家继续跟对吴伟阳牧师的宣教的精神。2023年就要结束，你想要留落什么款的吴伟阳牧师伫你的心中吗？真正真诚恳，邀请咱兄弟来买这本相连教会甲台湾吧联名制作的儿童的绘本《米粉先生奇遇记》，就是教会建造甲吴伟阳牧师的故事继续传讲，互咱的子孙孙，互因会当认捌这位真伟大、真重要的宣教师。咱的手刷第一摆印，咱这本第一摆印1000本。咱伫12月初9，迄个研讨会以及12月初10的礼拜，会当互咱的会友来买。因为咱这个一本成本是350块，12月初9有限100本，12月初10咱嘛有限100本，用公益价100块来卖互咱的会友。所以请咱的兄弟会当踊跃来买。咱嘛伫这200本咱来编号。就是1000本之贵，安尼来编号，以及咱嘛会用吴伟阳牧师的签名的印咱来登伫遐，所以真特别。即摆过来就无，即摆这200本若卖煞了，咱要搁买就是要恢复咱的定价350块。咱嘛真希望讲，咱大家会当兄弟来买，来送互咱的亲朋好友，还是讲送互咱所熟悉的这个团体。互因的细囝会当来读这本用这个讲故事的这个方式来认捌这位真伟大的宣教师。咱所得到的金额，咱嘛会当响应伫咱的建堂基金，请咱做伙来参与100年后，咱响起伊的名来纪念吴伟阳牧师。
报告以上，咱来请牧师来欢迎来宾，甲做牧养的代祷。咱真欢喜，今日有一位新朋友，阁一对夫妻，甲咱做伙来敬拜上帝。咱先大声欢迎黄林宽兄弟伫头前，欢迎你。好，咱请坐。阁有施泽山夫妻，应该嘛伫头前。上帝欢迎你。好，请坐。愿上帝祝福甲稳定，甲咱逐工做伙。那礼拜结束了后，邀请咱的贵宾到贵宾室，互我会当进一步来欢迎甲介绍。好，咱即马做伙来牧养的祈祷。亲爱的主，阮你献上感谢，主你对阮满满的听，主伫逐工的当中，阮拢体会到主你互阮的稳定。主啊，特别为着即个节期来祈祷，主伫即个冬天的时期，主天气的转变有当时啊真紧，求主你保守看顾阮每一兄弟姊妹的身躯，互阮的身躯伫天气转变的当中，主你的保守，互阮真安稳，互阮有气力，互阮所受的影响会当降到上低。主伫寒冷的变动当中，主你特别保守看顾阮身体较软弱的兄弟姊妹，主你的保守大大看顾，互阮有够也的气力，伫即个冬天的时期内面，主阮有缘心心灵精英勇行来敬拜你。主阮多谢你保守看顾，也帮咱，互阮每一人的兄弟姊妹，的家庭。主，你知阮会听的囝儿也是囝孙孙，主因生活中拄着的困难甲挑战，也是有工作的，也是有工作中的有压力的，也是有亲子关系需要搁较侪疼痛伫内面的。主，你拢帮助阮，互阮每一个家庭伫主你的疼当中。主，阮拢经历着三疼，经历着用主你的话来保守阮向前的大气力。主，阮多谢你祝福每一个家庭，囡仔求你的主，你的稳定大大喜乐，互阮每一个家庭拢成做一个祝福的出口，互众人甲阮的属伫主你建立的家庭内面的互动当中，主拢留落主你的稳定。甲祝福分享伫阮身边所有的家庭，主多谢你，愿主你甲阮三个弟弟保守看顾，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请咱起入来念祝福诗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念诗了后，请罗牧师助咱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保守、看顾、带领，甲咱众人三个弟弟对这世代甲无尽，阿门。
灭岛社温，共受车欠。